安南区的艺文幼儿园的小朋友专心伫咧刷这顶面，描绘长辈手模。这是花生经会特别为长辈安排的活动，透过小朋友的陪伴，让长辈感受到关怀甲温暖。华山基金会在地已经服务满19周年，服务超过380位以上的长辈。那在疫情期间，很多的长辈没有办法外出，那也感受到健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年我们特地邀请长辈、善士以及义工一起来制作幸福龙的挂饰。那希望呢，这只幸福龙能够陪伴长辈度过健康平安的一整年。华山经会安南爱心体彩站自民国94年起展开在地服务，至今已经19档，陪伴过380位适龄、失智、失医的长辈，走过孤苦无依的日子。为感谢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甲志工，特别举办感恩茶会，嘛邀请公所的主秘张谢军一同来陪伴长辈。要成立19年真的是相当不简单，因为有一些社会的福利制度公部门的那我没有办法延伸到每一个地方去。那透过华山的一个协助让我们更深入基层去协助我们社区的那个民众。华山呢一直以来是在地从事免费的到宅服务，因为这样子的免费到宅服务，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多社会资源，需要非常多的义工，需要非常多的人一起来努力，才可以完成这一条不容易服务的路。除了陪伴长辈制作幸福拢来装饰，嘛邀请曾经做过总菩萨区阿嬷煮营汤，希望祝福大家事事圆满拢平安。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